人不要臉即天下無敵。呢句說話諗唔到都可以形容喺黃碧嬌身上。2025年12月1號，黃碧嬌就宏福苑大火發聲明，指呢場大火唔係天災，而係人禍，並決定報警立案調查宏福苑現屆法團隱瞞安全風險嘅問題，同時會向廉政公署要求立案調查，徹查現屆法團係咪存在貪污瀆職，導致消防設備長期失修，多年未被執管。聽到呢度，我有一個疑問。繼2021年10月胡建文辭任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顧問，黃碧嬌就馬上就任，直至2024年9月先被罷免，喺任期達3年。反觀現屆法團喺任期先1年左右，你要調查導致消防設備長期失修多年嘅對象係咪自己？其實要提出調查宏福苑現屆法團存在嘅問題係可以。但提出者若係黃碧嬌就唔太合適，因為黃碧嬌本來就有機會牽涉其中。當初黃碧嬌極力支持宏業建築，出事之後又立即撇清關係。本來黃碧嬌就已經係眾矢之的，如今又發聲明立案，追究宏福苑現屆法團責任，明顯就想轉移視線，有賊喊捉賊之嫌。黃碧嬌，民建聯成員。現任香港大埔區議會大埔南選區議員，為現屆民建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團隊成員，曾任大埔區防火委員會前主席。2021年10月，黃碧嬌就任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顧問。2024年1月，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決定委託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負責，涉及款項約3.3億港元，被指為維修方案中最貴者。法團態度強硬，並發出律師信，要求業主喺7個月內全數繳交每戶16至18萬蚊嘅維修費用。事件更加鬧上新聞。而黃碧嬌喺推動大維修期間，為時任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擔任法團顧問，並且支持法團選擇嘅維修方案，被指牽涉其中。後來原法團因為大維修爭議被小業主發動罷免，黃碧嬌更為原法團抱不平，並指協助反對大維修嘅莊榮輝係妖言惑眾。到宏福苑大火事故發生後，民建聯同黃碧嬌卻否認事情與其有關，並稱去到大維修已經由新一屆法團與顧問公司及承建商自行洽商。我喺屋苑進入維修階段接嘅投訴亦都唔多，因為大維修亦快完。因為呢一區區議員真係唔係我覆蓋，要去到研究討論咁深，我未曾去到有呢一個信息。但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嘅資料，宏福苑係大埔南選區其中一個主要屋邨。到咗11月30號，曾經表示同宏福苑圍標無關嘅民建聯再發聲明，一改之前態度。假使證實包括黃碧嬌在內嘅任何民建聯成員存在違法行為，會絕不姑息，並支持依法依規作出嚴正處理。同日，黃碧嬌現身吊唁處致哀，但就冇提問，並由數名老婦包圍下戶送離開。老婦更叫在場記者躝開。12月1日，多日嚟飽受指責嘅黃碧嬌更惡人先告狀，喺 Facebook 個人專頁發聲明，指佢將向警務處同廉政公署報案，調查事件係咪涉及現屆法團瀆職。黃碧嬌就任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顧問時，就捲入私自取得業主簽名獲授權。根據獨媒嘅報導，2021年12月11號，宏福苑今日舉行特別業主大會，討論係咪撤換法團管委會成員。有業主嘅票喺不知情下被授權其他人，黃碧嬌就被捲入其中。業主何小姐稱，今日原打算親自出席大會投票，卻喺入場時被告知佢嘅名字被授權咗一名唔認識嘅林姓女子。何小姐指授權書需要業主簽名，質疑有人做虛假文書，要求大會揾出攞咗其授權票嘅女子。何小姐與該女子對質時，黃碧嬌現身護住林姓女子，並稱認識佢。何之後報警，此發現該女子並非住喺宏福苑，但手上有3張授權票。何質疑女子係受人所託收錢嚟投，佢連我係業主都唔知道。擾攘約1小時，何小姐先成功入場。佢之後得悉，黃碧嬌嘅義工曾經接觸佢嘅母親，要佢喺授權書上簽名。何母曾表明自己唔係業主，對方仍要佢簽名。同為被授權嘅麥先生亦稱，黃碧嬌早前曾上門同佢70幾歲嘅母親傾偈，詢問佢嘅個人資料後，要佢母親喺授權書上簽名。麥先生質疑法團收授權票嘅手法唔公義。
根據明報報道，2024年1月，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通過3.3億元大維修，引起業主不滿，被要求召開特別業主大會。大會經投票通過開始會議議程，先由法團代表律師發言，其後投票議決係咪罷免法團。該律師強調，法團已同承辦商簽約，換屆亦需履行合約。否則，所有業主均需承擔法律後果。夜晚9點，主辦方宣布共收到779張有效票，贊成及唔贊成罷免嘅得票比分別56.54%及43.46%。通過罷免現屆法團全員，即黃碧嬌為顧問嘅法團。到咗10點，現場透過舉手通過選出新一屆法團14名成員，並投票以50.88%通過更改集資日期。首期由原定本年7月31號集資，延後至10月2號。現場居民隨即鼓掌及歡呼，由此可見新法團更得民心。即使舊法團被罷免，宏業建築因早已簽署合約，不得更換，所以新法團亦迫不得已同宏業建築合作。因此喺意識形態上，新法團同宏業建築有存在敵對關係，而非友好關係嘅可能性。而宏業建築開始動工後，不斷收到宏福苑居民投訴，例如隨便棄置紙皮等。雖然新法團上任等同收拾舊法團嘅爛攤子，但事實上，新法團有冇積極做好監督嘅角色就不得而知。現屆法團上任至今達14個月，不幸出現致命火災。法團作為監察人嘅角色，同樣有住不可推卸嘅責任。根據點新聞提出嘅4大關於現屆法團嘅質疑，我認為不無道理。疑點1：棚架密集，潛在巨大安全風險，現屆法團卻一意孤行。現屆法團上任之後，相關工程先正式展開。據宏福苑居民向點新聞透露，過去1年間，多名業主代表認為棚架過於密集及施工流程重疊，存在嚴重安全隱患，甚至喺業主大會上多次質疑8座大廈同時維修嘅安排係唔係合適。但最後，現屆法團並未就此問題與承建商協商。港九搭棚同敬工會理事長何炳德早前亦向傳媒指出，宏福苑8棟大廈同時進行維修工程極為危險，質疑工程嘅呢個安排點解獲批？最終8座大廈焚燒7座。何炳德認為，若能分期進行，或許便能避免火燒連環船嘅慘劇。疑點2：易燃發泡膠點解被默許使用？住戶證實家中窗戶外部被厚層發泡膠封閉。事實上，發泡膠終成為火災嘅助燃劑。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李光星更直言，大部分罹難者或因發泡膠毒氣喪命。根據宏業建築2025年3月提交嘅工程簡報，發泡膠封窗一事的確存在，但現屆法團作為把關人，係咪應該處處留心，避免使用高風險嘅物料？疑點3：警鐘失靈，點解冇跟進？火災發生時，警鐘能左右居民喺黃金時機逃出生天嘅作用。點解居民反覆上報大廈警鐘長期失靈，卻冇跟進？據宏福苑前保安主管黃先生向媒體反映，在職期間平均每日接獲逾10宗居民投訴，其中有數宗涉及工人食煙嘅問題。佢懷疑屋苑內嘅火警控制面板經常將消防系統關閉，方便維修工人出入。最終因為警鐘失靈，導致居民白白錯失逃走嘅絕佳時機。現屆法團的確需要為此作出解釋。疑點4：天價工程卻冇第三方監督。按照香港樓宇維修慣例，此類涉資數億元嘅大型工程，法團理應聘請第三方工程監督，負責檢查施工質量、核實材料標準、跟進安全問題等。現屆法團以人工貴、不適用為由，長期拖延第三方監督嘅聘請事宜。最終，警方於2025年12月1日喺宏福苑4座大廈提取嘅20個棚網樣本中，有7個樣本未通過阻燃測試。如果有第三方工程監督，係咪能提高物料能達到安全使用嘅標準？